那时候在杂志社上班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那时候男朋友在当兵，然后就想说，等他退伍就要结婚，然后当家庭主妇不工作了。那时候我大概20岁吧，对。但是后来发现，等男朋友回来的时候，发现男朋友劈腿嘛，对，他快退伍的时候劈腿，然后那时候觉得哇塞，天打雷劈，我的人生整个都毁了，然后要怎么办这样子？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，然后每天就自己很丑，然后垂头丧气，想说怎么办？接下来何去何从之类的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那个杂志社的业务部的主管，然后就跟我说，我现在看一个21岁女生，如果她这样，我相信我也会跟她讲同样的话，就是其实人生不是只有感情这件事情，那我应该多做一些其他，可能在工作上更努力或者什么，而不是因为一个男人，就好像整个生活是天崩地裂，还是要先把自己给做好。可是我说真的，女生怎么可能会？女生还是会很希望有感情的依靠啊。可是在这个后来就又拍戏嘛，拍戏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谈恋爱，或是跟一个人好好的相处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女艺人的感情都有点辛苦，是我们真的很难去面对外面的世界，然后也很少就是认识到其他的人。然后，而且有时候因为你拍太多戏了，其实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真的想要的是什么。太多朋友都叫我看《爱的迫降》，然后你看我今天有点眼镜中，就是我居然边觉得不合理，然后边哭得死去活来之类的。那所以我觉得，其实女生在心里面，她都还是会渴望一个感情。可是就像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嘛，就像那个女二那个许丹，她虽然那个。最后那一集，我觉得他讲得很棒，就是他可能之后没有男人了，可是他在事业上可以有更好的成就。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不可能十全十美，没有人他可以有非常好的老公、非常好的事业，又有很乖的小孩，然后生活一帆风顺。也许有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的，就是少之又少的少数。大家都讲爱自己，爱自己。其实我以前，我很喜欢看书，然后我都会照书上讲的一些去学看说，这个东西它怎么做，什么什么。然后以前爱自己，我一直都觉得，我对自己好，买东西送我自己，然后出国去旅行啊，各方面。可是现在我觉得，爱自己其实跟我以前的都想错了。我觉得爱自己其实要让自己的心理状态觉得是舒服的，而不是去用外在的一些东西去买东西，那都是太短暂。像我最近当我觉得当日景气不好西门町可能有些东西都需要调整，可是我就会自己尽量让我自己的心情是属于一个舒服的状态。所以舒服是，我相信你们都有那种心里觉得揪在一起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一定都有嘛，谁没有？不管是父母，可是那个就叫不舒服的状态。可是我觉得，当一个女生，你应该去勇敢面对自己那一块不舒服的状态，并不是因为生活，是因为很多的外在的影响，然后或者是说社会上的舆论觉得女生是30几岁就一定要做什么，没有什么。而是真实的去感受自己的感受，然后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我觉得当你把自己做好之后，你就会有你想要的另外那一半。那他可能未必你们俩一定会结婚，也许他只是生活的伴侣，对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到现在，我觉得当生活自在，你觉得开心的时候，很多你想要的东西，它可能就会跟着来到你身边。